2024台南购物节正式起跑，市府15日在永华市政中心举行宣传记者会，市长委特宣布活动自即马开始到明年2月15期间，民众在台南消费只要满50块就会当参加抽奖。除了会当在百货、卖场、商圈消费参加，今年更特别结合59个公有市场做伙参与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台南购物节屡创佳绩，除了全国都盯告我们现在也告我出名之外，这几年来我们更优化，除了把参加购物节抽奖的门槛从100块降低到50块，让更多好朋友的消费都可以参加之外，我们也把这个台南购物节参加的店家，譬如说在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，也可以参加台南购物节。那打高尔夫球的费用怎么算？只要50块就可以有一个序号。那你要消费1000块，就有20个序号。这样序号的累积，所以使得消费额大的民众，他还这个中奖的机会也就更大。台南这次购物节不但降低了抽奖消费金额，更扩大了消费店家数量，同时更增加了礼品的质量。上大奖有旋石甲汽车。我们今年的首奖是一个铂金钻戒那是非常非常物以稀为贵，非常非常稀有而且珍贵的这个奖项，所以呢也是首创第一次用钻戒。经发局长林永川表示，民众消费无限金额，拢会当抢网登录，累积满50块就会当得到一组抽奖资格，多多消费就有多多的抽奖机会。民众只要加入台南购物节官方的来，就会当进行登录抽奖。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资讯，嘛会当上台南购物节活动网站查询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